那所以这边呢，我们讲到说官代实境质性陈述同值一的时候呢，在讲到说净陈述同值一，那刚就讲了，就是它的基础呢一定是陈述同值一。那在这之上呢，我们要说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呢，一定是两个东西，就比如说 A 和 B。那 A 和 B 这两者呢，它本身是陈述同值一。那什么叫做净陈述同值一呢？就是显现 A 的现前呢，它必定要显现 B。那换一种方式来说呢，就是 A 呢，它能够成为这个线前的显现镜的时候呢，B 也一定会成为这个线前的显现镜。那 B 呢成为这个线前的显现镜的时候呢，A 也一定会成为这个线前的显现镜。那符合这样子的条件呢，就是镜陈述同值一。所以在讲到说净乘数同值一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这两者本身是同值一，那能够成为一者能够成为现前的显现镜的时候呢，另外一者必成为它的显现镜。那我们举例来说呢，就像是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性，或者说拿瓶子和瓶子之上的无常呢来做案例都是可以的，因为呢，就是以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性呢，两者呢是乘数同值一，因为它们呢是乘数坏呢都是一起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就是能够显现无常的现前呢，一定能够显现瓶子之上的无常的现前呢，一定能够显现瓶子之上的所作性。那同样的呢，能够显现瓶子的现前呢，也一定能够显现瓶子之上的无常的现前。所以瓶子和瓶子之上的无常呢，是净乘数同值一。那同样的呢，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性呢，也是净乘数同值一。官代时乘数同值一呢，那就更容易了，因为它基本就和乘数同值一是一样的，就是 A 呢什么时候成立的时候呢，B 也一定在那个时候成立。那官代适性乘数同值一呢，就是同样的呢，这两者本身是乘数一，那和 A 呢是和 A 是同一个质性的话呢，它必定和 B 呢也是同样的质性。那符合这样条件呢，就是质性乘数同值一。那以上就讲了就是10种不同的一，那第11个就是我们上一堂再加上呢就是意一，意一的意思呢就是只要是 A 呢就一定会是 B，只要是 B 的话呢就一定要是 A，就是同义的意思。就是这两者没有任何差别的话呢，那它就是属于意一。那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讲述了就是11种不同的这个一。所以以上呢就介绍完了，就是我们在名相解释里面第11跟12的部分。那接下来第13跟14呢，我们可以一起做解释。那因为现在呢是经部中的缘故呢，所以虚位的意思呢，指的就是常法。常法呢就是虚位，凡是不会刹那幻灭的法呢，它就是虚位。所以虚位一呢，只是说它又是常法又是一的呢，就是虚位一。那第十呢，因为已经讲到说，就是经部中呢，它的第它的它的第十和无常呢是同义的，所以就想要说第十一呢，就想要说又是无常又是一的呢，称之为是第十一。所以在这边讲的虚位一还有第十呢，这边讲的虚位和第十，并不是像中观中所理解呢，就是在显现的时候呢，是否跟显现班如同显现班成立的这种的来判别它是虚位还是第十。虚位呢，只要它非无常的法类呢，那就是称之为是虚位；那是第十呢，就是只要是无常的法类呢，它就是第十。所以大家在了解了虚位一跟第11之后呢，那第15、16个呢就很好了解，就是虚位一还有第11。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呢，虚位一呢就是它又是虚位又是一的呢，就是虚位一。那是第11的呢，就讲到说它是第十成立又是一的呢，那它就是第11。那所以第15、16个呢，虚位相异还有第十相异的意思呢，应该大家也很容易理解。所以呢，在讲到虚位一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说它是常法，然后呢又是相异的呢，就是虚位一。那第十相异呢，就是它本身是无常法，然后呢又是相异的呢，那就是第十相异。